对吧？我生
妹妹，你有没呀？我没有鸟，你那会鸟也是你喜欢之外，岂能产生多余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？人的高效不是？晚上领不领你？我不要。宝玉啊，你生气而要当骂人用意，何苦去塞你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今天两个神仙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来，快带上啊！不要，宝兄弟，不要，宝妞，你快带上，宝兄弟要了。宝妞，当心你的自豪，快带上。人家在苦恼，你玩的笑你啊！来这里送往迎来吧，很想看得见祖先，在水公鸡听教诲，一同下好生啊也。在儿女要的质问上，都在我水花沐浴是可以。海英，海英，请问，请问。
哎。我都蛮灵险，现在想没有现象。咦，这电话机是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也没有看见过？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呀。是什么朋友？这位是你怎样的东西？你呀，不至于就加上了什么三角军旅的什么力量，少过一些好不好？是个长西朋友离开王府时。收进了长西朋友，哎呀儿女，原来你有戏子，你叫起朋友来了，这可怎么得了你？儿女，与戏子交朋友，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好了，宝兄弟，宝兄弟来了，宝姑娘来了啊！宝姑娘啊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讲的怎样面呢？这单讲些什么嘞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我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，这可怎么得了你？宝姐，你不要听他这是。阿姨，阿姨，老爷公公明天早上有贵客前来拜访，叫你点去备看呀。又是备看，这是老爷吩咐的嘛。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没忘记带备看，总是要我也备上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是说是你的身在车中，人家仰慕你，坐下来看看你。我比这个手中有所的做人罢了，配人家仰慕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贵妃娘娘的弟弟，怎么不叫人仰慕你？我真不留这些老东们来往。宝姑娘，你倒是说看，世上哪有朋友与我做官是来往，朋友与我戏子，我在一起的哪里你？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。宝兄弟，长夜当自要开尽，谁不想你们？此经你上的奢侈里，也该去慰慰中国的人。大江写丝路，经济好呀文，要为些此事主人真本领。你这把车拐回去上京，怎能给孤城也托公义？宝姐姐，老太太让我给我生没生意，你去外国办去吧。难道我是专为人家为我办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京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老东，你想怎么样的老爷不生气也？没有什么啊，睡不着，我也给回去了。宝兄弟，我醉了。我送送宝姑娘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啊，总是心里快的，迂回的。婴儿是宝姑娘，又是我刘玲姑娘呀，不至于这么样你。宝姑娘真是娇生敬宠，可是你老于人家受不了。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这些文绉的话。二姨，二姨，北京一句此
来。像这样的好事，老爷才不许我。今日白日跳到太公上坡。
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，好吗？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忙里来，看见你有这种珍惜，哎，你怎么相对送给我好不好？你要一个相呗，那很容易。王子今日余生为替你做了，沈家名我又为做又为喜，又有什么金地牛地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是个明白人，难道你亲不的时候个七夕都不知道吗？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？哎呀，猜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怎样是我善良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我以为你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吗？雷神，问毛女嘞？老爷，过来！你这该死的奴才！那尽管是王爷家去成功人，你尽管对他什么好？生气我是两个小时，把这买把你不到，他送的回去怪你呀！你万不要讲你！
个日子，我也不想，曾经是经过了他，一去而我。老爷，你也该看在夫妻份上，我年已过半，只有这一个孽障。宝妞，我们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吗？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今天我非得拿死他不可，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啊！你要把他的死，你把我写了死了，把我写了你死了。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，再当死他。保佑！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？这叫儿子竟去世了，何必惊动老太太？自己走来。你原来我在什么？我倒有话要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有养过好儿子，叫我何在失去？孩子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有重要做。老太太生此话，做儿子的是否担当得起呀？哎，我只这样一句话，你就今日过去，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保佑就今日得去了吗？啊，不老婆也好，不再去你身。你
宝姐姐是你呀，宝兄弟，你身体哪愈了？都在宝姐姐前进，我前头好了呀。宝姐姐，你来了好多岁了吧？我刚入一位，我方才我听见你在梦中骂着你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我是姐姐都不知道啊。算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。哎呀，宝兄弟，凉凉也不知谁同意。王姑娘说的真对，你回呀要给一给才好命。宝兄弟，我一来是帮忙你的，那儿听说你近来这个艰难心事，我是他来商请一番的呀。宝姐姐呀，我的事啊生病做得这么好，也不请你去领来买的呀。今天我真要去你领了一番呢。王姑娘到书房去吧。宝姐姐请。宝姐姐，快！宝兄弟，你快！什么宝姑娘、贝姑娘的，
自古女儿所知，要是好，要是巧啊，我外婆是保牙的哟。他是骗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在北听老祖宗是请保护娘好你。你老太太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老祖宗请啊！你太太请啊，老太太请。
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快请我
你当初怎么样？今生欲怎样？平时丫头们观察来的好事，等我回去问出噻，我就要教训教训
一领回你。你放心啊，你是什么了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头说说看，什么放心？不放心的。你果然不明白做嘛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？你意思是天天不长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受凄凉。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好嘞，你不要听，你要真不明白做啊！不但我平时帮你用心，而且你对我的心都不了。啊，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动了一生病。好，你才能宽慰一些比喻，就会好的。哦，妹妹满子，你得让我讲一句话才好好。我的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给我都明白了。你都明白了。好嘞，我从心从来也不敢讲。今天我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就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生的病，有关告诉你。我只觉今日到要死。
请家里曾来接姑娘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阿姨不好了！阿姨，阿姨，帮我！阿姨，帮兄弟，帮我！帮我！阿姨。子权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，子权！你要这一步也带了去什么意思啊？我开了一句玩笑啊！此次林姑娘因为负罪死节家里去了，阿姨她是。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，林家妈妈要来通报你嘞。你叫林妈妈万里去走一回，是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你这个人，来这里面的，来这里面的，哎呀，到处去，到处去，快到处去！哎呀，到处去，哎呦，这不是林家的人呀！只要林儿凭着谁，不许他心。从今以后，我怎样幸运的进来，不曾遇到林子，你们听见了没有啊？听着，从今月不是幸运的进来，不许提到名字，听见没？他叫快要走，快要走，快要走，快要走！宝友啊，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啊！林妹妹，她从今去过城。告诉你们去。你们快去过来，有事来禀报。是。宝牛太阳，以前小孩子们各在一起也不怕什么。事情你可怎么办呢？老太太，依我看，乱当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早日上朋友成了亲，以免得将来藏出什么祸来。我也想到这一层啊，可是娶谁为好呢？老太太，我看包丫头倒是生得偏开短发，待用结配，可是包妞想的是林姑娘。这倒叫甚难了啊！难道不难？我倒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这前次真有一个跳宝机，跳宝机，好，经过说。
我
为你兄弟负重任，在府中，谁是我之泪？之情不言。再有你，是我最知心的我可是今有生气了。那我们有谈情，这怕谁不知？
姑娘，
姑娘。
老祖宗在这里所在，老爷也在外面等着你。小张，你快告诉我，放在手里的妹子是谁？哎呀，新娶的二奶奶呀！新娶的二奶奶是谁呀？啊，老爷这次娶的是宝姑娘，林姑娘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妞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宝妞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怎么这样子的啊？是宝姑娘。放在你们洞里妹妹这里去，谁能有这？也真是多点了，多点了。为什么？老祖宗非要去，算到桥队总会彻底。找林妹妹去保佑。
林妹妹她已经死了。两小
到如今无人共把心相，哦那可怜我伤心不归梨花心，曾记得以后愿上了闭门啊，歌里是什么？欢喜了不言，妹妹呀，以为我是一往情深，答应了天，我为你是谁梦里藏，长相念。好容易盼到红裳花作业，总以为梅花姻缘的心啊情，想不到因为别人做悄然你来的是我太平，十指望把泪难将哎呦哎呀，谁知道今生里黄土路。
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缺死过。妹妹临死，她讲的。